70岁资深演员雷洪过去拥有一妻5妾，坐享其人之福，但他表面风光，其实隐藏许多婚姻问题。他29日出席民事尾牙，自曝2周前因压力过大，在开车途中突发性耳鸣，差点耳中风。6名老婆目前都已经离开他，我现在是一个人，不过他不寂寞，因有个小他近20岁的闺蜜在旁陪伴。自由报道，雷洪坦言，2016因其中一位老婆晚期破产赔6000万，只好出售苗栗豪宅纾困财务危机。之后也接拍民视8点档《幸福来了》，努力还债。但他因财务巨变，老婆们也都一个个离去。至于8个孩子，分别都跟各自的妈妈，虽然孩子还是会抱怨，到底家在哪里？他除了心酸也无可奈何，表示今年过年将在大儿子家过年，也交代几个孩子，若想团圆就去大儿子家。虽然老婆都跑光光了，但雷洪并不寂寞。他自曝现在还有一名闺蜜，对方约50几岁。他说到这年纪，现在要的是能真正照顾我，不是像年少的激情冲动。他也提到，本月中因天气变化加上拔牙病菌感染，当时开着车突然性耳鸣、晕眩，差点成耳中风，也因此更重视自身，呼吁大家天冷早起都要保暖。